名單嘅，可以開始啦。大家好，我係3號民主黨嘅陳樹英。從吳明欽到何俊仁，從爭取公屋保安設施到反對興建垃圾焚化爐，20年嚟都有我陳樹英嘅努力同埋汗水喺裡面嘅。如果大家希望新界西係有一個紮根地區、敢於拼搏、敢於挑戰強權嘅立法會議員，我陳樹英就係你最佳嘅選擇。請支持我哋3號鍥而不捨嘅陳樹英、黃偉賢團隊，多謝。好，3號嘅時間到呢度啦，跟住輪到咧就係3號嘅陳樹英名單發問啦。請先揀你嘅對手。我睇我想問田北辰嘅。我睇田北辰咧，你雖然做咗1日嘅窮富翁，事實上都冇改變到你真富翁嘅本色。我對於你今次夠膽嚟新界西選我覺得你面皮都認真夠厚。你由02年至到07年嘅時候係擔任呢個九鐵主席，你知唔知道我哋屯門元朗嘅街坊對於輕鐵嘅服務係幾個唔滿意？第一，你完全唔肯買新嘅車卡，令到我哋啲街坊要逼到爆。第二，你唔肯恢復呢個屯門元朗嘅月票，令到我哋啲街坊要捱貴車。第三，你最後仲賣咗輕鐵，令到港鐵一鐵獨大，而家咧賺100幾億都仲要加價。你而家識得講啦，整個全港通600蚊。你做九鐵嘅主席嘅時候，有冇睇出過我哋屯門元朗嘅民生困苦？你點對得住我哋屯門元朗嘅街坊？今日仲敢嚟向佢哋拉票，爭取佢哋嘅支持？陳樹英，我好多謝你搭個台階俾我發揮，幫我拉票。你睇翻啲記錄，我做九鐵主席最尾嗰年，係我堅持要買22卡新車。對唔住，當其時最後一次係我哋瞓晒路軌遊行反對兩鐵之後呢，港鐵政府最後先做一個咁嘅讓步嘅方案嘅。我最近先至去同港鐵高層投訴。九鐵主席係做出嚟嘅，係我哋民間團體去爭取㗎。到今日一架車都唔卡，我自己去朝頭早7點半去睇個繁忙時間輕鐵有車逼唔上，我問佢哋點解唔買卡車？佢話俾我聽，因為路面空間唔夠。我哋提議俾佢，你咪起雙層輕鐵咯。你而家係識得講，而家我哋直通車去羅湖係有雙層嘅。但係你仍然係唔肯去檢討嗰個可加可減機制。你係唔肯去檢討嗰個可加可減機制㗎。同時仲要話呢個可加可減機制咧係唔使檢討，只要經過行政會嗱，我答緊你嘅問題。你係完全冇聽到我嘅答問嘅，你可唔可以尊重我嘅答問？嗱，我同你民間團體所爭取嘅嘢，我加咗22卡車，你話我一票回應，去曬兩鐵合併，查下記錄啊，你都要去曬兩鐵合併嘅時候，係先至咧係去做呢一件事。但係到最後，你唔使我聽到，你聽下屯門元朗嘅街坊對而家港鐵、對而家輕鐵嘅服務係有咩評價？睇翻你當其時做主席嘅情況係點樣樣，到而家可加可減嘅機制，你都話唔使檢討，你淨係話只需要行政會議審批就得啦。今時今日，如果唔係我做九鐵主席嘅時候話自創月票啊，好多嘅基層市民點可能跨區就業？好，時間嚟到呢度啦，咁跟住落嚟咧，跟住落嚟接受提問嘅咧就係3號陳樹英名單嘅。你好，陳樹英啊，頭先咧好嘈啊，答聲啊，因為人哋話你係李氏力場啊嘛，我都要彈開少少先。咁嗱，俾多次機會你解啦，即係究竟咩叫李氏力場？係咪阻住啲第3、4、6、7梯隊上嚟先？我覺得呢個完全係性別歧視，同埋咧係家庭崗位歧視。我係非常之憤怒，對於民建聯呢係仲有呢一啲咁封建嘅思想。我陳樹英今次出嚟參選呢，係完全係憑我自己嘅能力同埋我自己嘅實力嘅，亦都係經過民主黨一個好嚴格嘅即係一個篩選啊，一個即係嘅機制呢，然後先出到嚟參選嘅。咁但係呢，亦都從呢件事呢係可以反映到呢，其實女性要參政都係要幾排除萬難㗎。你一定咧就係要有好大嘅決心、好大嘅勇氣嚟到咧，有好堅強嘅性格先做得到。所以我咧就呼籲市民咧係要支持有多一把女性嘅聲音進入立法會，證明我哋女性係做得到嘅。咁不如叫阿李永達俾票你，咁啊更加完成咗女性參政嘅志願啦，係嘛？民主黨佢退出咪得咯，係嘛？
民主黨喺新界西一向都有2個議席，呢個無需要話呢係邊一個呢係去讓邊個。我雖然係女性，我亦都唔需要人哋讓我，大家公平競爭，由選民去選擇。咁不如你話晒嗰啲票你贏咪得咯？我哋呢係有一個好好嘅分區拉票呢嘅即係處理嘅。李永達不嬲個拉票區呢都係響葵涌、青衣、離島、東涌同埋荃灣。大部分嘅荃灣，我呢就主要係屯門、元朗、天水圍，有少部分嘅荃灣我亦都可以去拉票。呢一個呢係我哋一種即係行之已久，亦都係行之有效嘅方式。傾㗎，點樣拉票策略㗎？公還公，私還私。我乜都唔識話。一向都係公私分明嘅。仲勁過 CY， 不過交俾阿李彭講先。不過咁樣即係區域嘅嘢我就唔夠你哋熟，我就想問一啲宏觀嘅嘢，就係譬如而家香港回歸之後。即係有人話佢政通人不和，但問題政通人不和個結果呢，就係個管治水平下降。但係你從政咁多年，亦都關心香港嘅未來，究竟響邊一個位可以係改善呢一個政不通人不和呢？其實真係要落實雙普選咯。你如果用一個高官問責制，因為你高官問責制，如果你係冇一個民意認受嘅話，咁你向誰問責呢？你係向委任你嗰啲人去問責啊嘛，係嘛？咁你自然就要向阿爺屈服嘅。好多嘢你唔敢係企響香港市民嘅立場係去據理力爭㗎。但係問題，如果係要即係普選，其實個政黨政治就要跟進㗎咯，政治人才要。咁其實嗰啲都係相當重要嘅配套條件嚟喎。但係我睇唔到依家，雖然我講政治係教書，我諗過去嗰15年冇乜我嘅學生好似拍心口，我要專業從政，因為話喂風險好高喎。咁點搞呢？其實香港嘅政治制度呢，喺過去嗰幾年呢係停滯不前，所以呢亦都引致呢即係第二梯隊呢冇辦法上位嘅。咁其中一個嘅即係今年我哋多咗10個議席啦，其中5個係直選嘅議席，另外5個呢話名係功能組別，但係300幾萬人投票都係直選，咁令到新人有機會上。好啦，時間到啦，跟住輪3號嘅陳樹英名單。陳樹英名單咧，同樣都係嚟自民主黨㗎啦。咁啊，陳樹英咧就係做過18年嘅全職區議員嚇，佢喺95年嘅時候咧，亦都係當選過區域市政局議員嘅。過去多次咧，佢都多次參選立法會㗎啦。喺2000年佢係出戰新界西嘅，但係喺04年呢就轉為挑戰飲食界。今次再次翻到嚟新界西參與地區直選嘅。咁喺呢個時候咧，就30秒鐘嘅時間交俾你哋開始啦。各位市民大家好，我係民主黨嘅黃偉賢。香港回歸咗15年啦，由董建華到而家梁振英，政府嘅誠信一日一日破產，政府嘅施政亦都越嚟越背離民意。點解會咁呢？就係因為立法會一直俾保皇黨壟斷，要打破呢個局面，我懇請大家支持3號民主黨陳樹英、黃偉賢嘅團隊，讓我哋重建一個有公信力、有監察力嘅立法會。好，時間夠啦。